真正令生活變得沉重嘅唔係問題本身，而係我哋對問題嘅反應方式。情緒鬥爭除咗傷害你自己，係毫無用處。睇到你激到扎扎跳，人哋永遠都唔會主動為你改變嘅，因為呢件事痛苦嘅係你，佢哋係毫無知覺、毫不在意嘅。就例如你沒法忍受嗰啲梳化上嘅臭物，但你嘅伴侶卻始終覺得呢啲只係一件小事，你耿耿於懷，佢左耳入右耳出啫。又例如你沒法溝通嗰啲同事，無論你點抱怨佢唔做嘢，佢都係一副死豬唔怕滾水淥嘅衰樣。你對佢發火，佢唔會改變，只會記恨於你，仲會暗中扇你一鑊。到頭嚟，所有嘅痛苦都係你自己承受㗎。只有放棄改變人哋嘅念頭，改變自己嘅行為模式，困擾住你好耐嘅難題，至可以解決㗎。